礼拜一就是5日节，南投草屯佑民病院举办着全国杂粮站检验顾健康的这个活动，教导民众健康食粽顾血压。 5日节特别到，真侪民众拢会食饱粽。草屯佑民病院为着互民众食安心，特别用健康食材来包粽，亲像用乌豆代替三层，豆豆菜色果子，而且食粽嘛会杂。 注意物件，卖食伤济，较袂歹消化。如果说我们把食材、把我们的粽子体积变小的话，无形之中可以减少很多看不到的一个钠。而且真侪民众食粽时容易混抢，这调味酱内底特别含量有偌济，便宜容易写，互大家会当更加了解。那我们的营养师也特别帮大家准备了一些食材，教大家怎样能够吃出健康、吃出营养，好，能够避免现在我们营养过剩、三高的问题。 病院用趣味方式来教大家健康食粽撇步，希望大家伫咧5日节食好料的同时，麦当顾着身体健康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